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分享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主題係 AI 基礎知識輕鬆學。可能大家一聽到人工智能就會覺得好高科技、好複雜，但其實人工智能早就已經出現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面。今日我會用一啲簡單同貼近生活嘅例子，同大家一齊了解 AI 究竟可以做啲咩，同時亦會睇下佢有咩限制。其實人工智能離我哋一啲都唔遠，例如我哋用手機語音助手問天氣、設定鬧鐘或者查路況，AI 都可以即刻幫我哋處理。當我哋網上購物嗰陣，平台出現嘅猜你喜歡，亦都係 AI 根據我哋過往瀏覽同購買嘅記錄，估我哋可能對邊啲產品有興趣。另外，去旅行或者同外國人溝通嗰陣，我哋亦可以用來做即時翻譯。所以 AI 並唔係一樣遙不可及嘅科技，反而好似一個已經融入我哋生活嘅智能小助手。今日嘅分享主要有4個部分。第一，我哋會睇下 AI 最擅長做嘅3件事。第二，我哋會了解 AI 有邊3樣嘢唔擅長。第三，我會用一個簡單嘅例子解釋 AI 係點樣學習。最後，我哋會講一個非常重要嘅概念，就係點解輸入嘅資料有問題， AI 嘅答案亦都可能會有問題。首先，我哋進入第一部分，睇下 AI 呢位聰明學生最擅長做嘅3件事係乜嘢。AI 第一樣擅長嘅事就係有大量資料入面揾規律，例如手寫輸入法，就算我哋寫字寫得比較潦草， AI 仍然可以透過筆畫、字形同書寫方式估到我哋寫緊邊一個字。另一個例子就係手機嘅人面辨識， AI 會分析我哋面部嘅輪廓、五官位置同其他特徵，再同已經儲存嘅資料作比較，確認係本人之後就會解鎖。所以 AI 唔一定係真正認識我哋，而係非常擅長比較特徵同揾出規律。第二樣擅長嘅事就係做個人化推薦，例如我哋平時睇短片、追劇或者聽歌，平台唔單止會記錄我哋睇過啲咩，仲可能會分析我哋喺某段內容停留咗幾耐。如果系統發現我哋成日睇喜劇，之後就可能推薦更多相似嘅內容。網上購物都係一樣，假如我哋搜尋過球拍，平台可能會再推薦羽毛球、運動鞋，甚至相關嘅運動用品。不過大家亦要留意，推薦越準確，有時亦可能令我哋只係不斷接觸自己本身已經中意嘅內容。第三樣就係生成內容， AI 除咗可以分析現有資料，亦可以幫我哋製作新嘅文字、圖片同其他內容。例如當我哋寫報告或者文案冇靈感嗰陣，可以叫 AI 提供幾個開頭或者整理思路。我哋亦可以直接描述一個畫面，例如一隻喺月球上面彈吉他嘅貓， AI 就可以根據呢個描述生成一張新圖片。不過 AI 生成嘅內容仍然需要由人去檢查、修改同作最後決定。雖然人工智能有好多厲害嘅能力，但佢並唔係萬能。接住落嚟，我哋睇下 AI 有邊3件事係唔擅長嘅。第一， AI 可能理解唔到文字背後嘅意思，例如一個機械人可以完整咁背出床前明月光，但佢未必真正明白詩人見到月光嗰一刻掛住家鄉嘅感受。 AI 主要係根據大量文字資料計算下一個比較可能出現嘅內容，所以佢表面上可能答得好完整，但唔代表佢好似人類一樣真正理解事情背後嘅經歷同意義。第二， AI 冇真正嘅情感同同理心。當我哋唔開心嗰陣，一位朋友可能會根據我哋嘅表情、語氣同經歷陪伴同安慰我哋。 AI 亦可以講出一啲安慰說話，但佢只係根據資料模擬適合嘅回應，佢本身並唔會感受到開心、難過或者痛苦。所以 AI 可以提供意見，但唔可以完全代替人與人之間真正嘅陪伴。第三， AI 唔能夠完全獨立咁判斷對錯。 AI 有少少似一個好聽話嘅學生，資料教佢啲咩，佢就會有嗰啲內容入面學習。如果原本嘅資料係錯誤、片面，甚至帶有偏見， AI 都有可能將錯誤內容當成正確答案講出嚟，而且有時佢講錯嘅時候，語氣仍然可以非常肯定。所以我哋唔可以因為佢答得流暢，就直接相信所有內容。了解咗人工智能嘅優點同限制之後，我哋再睇下佢係點樣學習。其實個過程有少少似教小朋友認識新事物。例如我哋想教 AI 分辨貓，第一步就係俾佢睇大量貓咪嘅圖片。第二步， AI 會由圖片入面揾共同特徵，例如耳仔嘅形狀、鬍鬚、面部輪廓同身體結構。第三步就係舉一反三，當AI再次見到一張從來未見過嘅圖片，佢就會將圖片同之前學過嘅規律作比較，再判斷相入面係咪一隻貓。所以人工智能嘅學習好依賴例子嘅數量同質素。最後有一個非常重要嘅提醒， AI 嘅答案會受到資料質素影響。 AI 出錯通常有幾個原因。第一，資料可能已經過時，例如用幾年前嘅地圖資料做導航，就可能帶我哋去一條已經封閉嘅道路。第二，資料本身可能有錯，如果資料入面混入咗錯誤消息， AI 亦可能照樣學習同輸出。第三，
資料可能帶有偏見。如果原本嘅資料存在性別、種族或者其他刻板印象，AI 亦可能將呢啲偏見重複，甚至放大。所以使用 AI 最重要嘅唔係完全相信佢，而係保持獨立思考。涉及醫療、法律、學業或者重要決定嘅資料，一定要再透過可靠同權威嘅渠道核實。最後總結一下，AI 最擅長嘅3件事係揾規律、做推薦同生成內容。但 AI 唔擅長真正理解人類嘅意思、感受情緒以及獨立判斷道德上嘅對錯。AI 嘅學習方式就好似教小朋友一樣，透過大量例子揾規律，再將學到嘅規律應用喺新情況。所以儘管 AI 係一個好有用嘅工具，但我哋仍然要用自己嘅判斷力去使用佢。今日亦有一個簡單嘅課後任務俾大家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，自己最希望 AI 幫手處理邊一類工作或者生活問題，同時亦可以想下，有邊啲事情係大家認為唔應該完全交俾 AI 處理？另外，大家可以觀察未來1個星期，記錄 AI 喺生活入面出現過嘅場景，例如導航、音樂推薦、天氣提示或者語音助手。大家亦可以思考 AI 究竟係幫我哋節省咗時間，定係同時亦影響緊我哋作決定嘅方式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大家對今日嘅內容有任何疑問，或者平時使用 AI 嗰陣遇過一啲有趣、奇怪或者唔準確嘅情況，都歡迎提出嚟，我哋可以一齊交流同討論。多謝大家今日嘅參與，希望經過今日嘅分享，大家可以更加清楚了解 AI 有咩能力，同時亦知道佢唔係永遠正確。只要我哋保持理性、獨立思考同埋適當咁使用 AI，佢就可以成為一個真正幫到我哋嘅智能助手。多謝大家。